好，来继续要来看是台南市政府的水利局配合着国家绿能的政策，伫南区清水路段的2边来打造台南第一条太阳光电的自行车道。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伫南区清水路段双边的脚踏车道打造台南头一条太阳光电的脚踏车道，长度差不多是800公尺，宽差不多2公尺半，总共用太阳能光板有1514片。目前这样时间估计9月底会完工。水利局表示讲，卖设计彩绘美化工程，和这个太阳能脚踏车道会使结合整体环境，看起来较水。结合当地的那个清水祖师庙跟红树林的一个特色元素哈我们将这些东西也委请了跟那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师生一起来合作。清水路边有鱼稳树林等等，人行道部分嘛是民众运动散步的好所在。完工了后，希望讲民众会使去体验看卖。